我们今天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回顾说我们这次总统选举，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蔡英文差马英九差一段距离，但最后呢，三只小猪以后呢，慢慢接近，到选举的一个月前，他是超过了，蔡英文是超过了马英九，但那时候呢，国民党一个下，他们紧急，所以他赶快改变政策，所以才有大财团出来说支持9·2共识才有中共呢，共产党呢出手，他把这个台商呢大量的放回来，然后呢把这个中南部的那个行销呢全部停止，因为这个举动呢，让有5%以上的所谓的经济选民反方向，因为他说，民进党本来马英九做的是很烂的，他的经济的，他的失业率的，大家生活的很不好，大家对马英九已经烂的一个很讨厌，很没有希望。但是因为中国的因素，让人民在想说，让民进党执政，不是更糟吗？就是因为这句话呢，把这个选票呢反转过来，这个是严肃的问题了。人民在想什么？我们要执政，靠口号可以吗？靠国民党的失败，我们可以拿到政权吗？我们的成功是建筑在别人的失败身上吗？这是我们要反省我本人呢是民进党的第1届的美西党部的职务，我们一手帮助民进党成立，从1974年79年美丽岛事件，我们就一直参与，一直看着台湾的发展。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口号是台湾独立，一直建国，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的台湾的未来，就是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像瑞士式的东方的瑞士，这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民进党绝对没有忘掉，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在选举过程是非常一个事实，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竞争。今天我们要执政，今天我们要改变台湾人的命运，用口号可以做得到吗？我们可以完全寄托在我们的对手的失败上面吗？没有。我们现在的选民，我们台湾的选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已经很聪明了，口号并没有完全能够让民信。在这个严肃的情形之下，我们不只是民进党，就是我们整个爱护台湾的人民，要怎样鞭策，还是鞭策我们自己，鞭策我们的朋友，怎么样来达到我们执政，还是改变台湾目的、改变台湾命运的这个的想法跟做法。今天我要简单的归纳这个4个方向。今年民进党是有在党主席要改选，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谁当了党主席，可能会改变民进党的方向。但是在我看来，谁当党主席并不是我最关心的。他们是现在5个人要竞选，最后总是有1个人会出来。谁当选并不是说最主要的，他要做什么，他认识的是什么，才是我最关心的。我这次选举的时候回去台湾，3月的时候也回去台湾，我跟台湾的民进党的几个有影响力的人，有一个长谈，包括谢长廷包括刘锡坤包括施范志还有几个很多的立委还有包括现在的参选人蔡洪文，我们都有深层的跟大家，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认为台湾的问题在什么。他当了党主席以后，
他想把民进党把台湾带到哪里去？这是我很关心的。有些人跟我的想法接近，有些人并不一定一样。刚才我们谢春光先生所讲的台湾的政治问题、台湾的国际问题，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在我看法里面，我认为这个并不是我目前top one的重要的问题。台湾目前还是党主席怎样领导民进党，他的 top priority 应该是经济问题。怎样把台湾的经济搞得好，就是说把台湾的经济怎样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经济实体。经济没有独立，政治没有办法独立。那我们该简单的更深入的讲说，经济问题在哪里？经济的问题，简单的讲是台湾的制造业怎么样回流，怎样回到台湾来？台湾的制造业已经失去30年。从跟大陆一开放的话，我们的台湾的中小企业往大陆那边跑，刚开始还是小企业、传统企业，到最后怎么说呢？大财团都过去了，以每年将近几千亿的台币向中国。我们台商去了中国，不止把资金带过去，把技术带过去，把它的市场都带去，把工作机会完全带过去。今天台湾的10几年来，大家的薪水没有提高，失业率一直上升，贫富差距从5、6倍变成差了20倍，台北的房价为什么涨得那么一塌糊涂？这些是经济问题，是民生问题，是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民进党候选人没有很正确的提出一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今天我回去跟这些候选人谈论的一个主要议题。很多人都同意说，台湾的制造业，尤其台商应该回来。我们在台湾有2个，南部有我们执政的地方，台南跟高雄，这是我们可以展示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实力的地方。我们要怎样把台商请回来？我们在面对这么险恶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制造什么环境让台商回来？我跟谢长廷的跟我来讲，当然他也是同意。我们如果有20-30架回来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模式可以引导台商回来。目前，台商在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困境，他们也想走，因为在当地赚不到钱，工资一直上涨，而且他们是你知道中国人，他学了以后，他会把你不用的时候会把你干掉，有时候还有威胁你的生命。台商现在已经面对了要转移的时候，包括我们美国的奥巴马总统，他也是鼓励制造回来，包括加州要回到加州，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命一定要靠制造业，制造业是一个根本，没有的话，其他的产业靠观光靠其他的是很难养活那么多人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美国也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我们把制造业都外包出去，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拿回来，吸引回来很多有利的办法。所以在台湾，在高雄，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加工出口区一片荒凉，大部分都是走光光的。我去年要回台湾投资的时候，陈局带我到高雄走一趟，我看到荒野一片，很凄惨，看着很心酸。我们本来很好的加工出口区，现在都人去楼空，一些破旧的房子，叫说你去那边查一查，再重建一下。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是台商要回来，并不只有房地而已，它主要的问题是劳工的问题。现在我们民进党敢提出那个外劳跟本劳基本工资脱钩，敢不敢？现在还不敢。因为很多的劳工的因素，劳工朋友的反对，但是说实际上的，你的
你这个外劳跟本劳脱钩，你创造了新的产业。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也是请了很多比较low pay 的这个 production 的人，但是我们40% 的 production， 我们制造了60% high pay 的人，也就是说，在引导外劳进来的时候，我们会有40% 是由外来工作，但是我们创造了60% high pay 的人。如果没有这40% 的这个外劳这个 production 的人，我们这个产业就没有办法存在。现在国民党劳委会主委呢，王竹贤当然不开放。所以现在我们党内，民进党党内面对了一个问题，是说要开放，要支持，就是外劳跟本劳的基本工资脱钩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那也是我们值得讨论。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说你完全需要外劳要脱钩，要某种程度的控制，某种程度的奖励。我们主要目的还是要把制造业拿到台湾来，尤其从南部开始。南部如果能够有很好的回应的话，我们民进党的候选人就可以大方的跟人民讲，我们有办法，民进党有办法把台湾的经济改善。我们不像马英九的633的挑战，我们是实实在在把台湾的经济扛起来，在没有靠中国的因素下，我们把台湾的经济发展起来。在没有中国的因素下，我们把台湾繁荣起来。这包括高科技的，高科技的地方呢，不像这个传统科一样，高科技是需要整集体的力量，必要合并更大。我不怕你大，我要你更大。就像韩国的三星，它现在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比台湾的几个电子业合起来还没有它的大。它有那个研发的能力。它有开放市场的能力，包括我们的苹果Apple 一样。所以高科技我们不怕大，我们是怕它小。在产业发展的政策上面，我们高科技应该鼓励他们合并，跟世界挑战。传统产业就是要把它引回到台湾来，这是经济的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跟他们讲了，他们有些是同意，但是有些人还没有达到这个共识的地方。第二个，我们要来谈谈的，就是说，民进党要执政，经济议题当然是要，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社会运动的问题。台湾很多地方呢，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这个司法改革，很多这个不公的地方。那个不公的地方呢，包括党产这些不公呢，没有办法在立法院完成，因为我们是少数党，我们举手不管，我们有的力量就是社会运动，就是说群众运动，就是街头运动，民进党就是从那里长大。但是这几年来，我们慢慢脱离了社会运动，我们慢慢把这群支持我们的人没有办法把它带动起来。我跟施焕智讲，我说，是我们要社会运动，所以他呢，520单凭10万人呢上街头，我很高兴的说，我们谈谈还有用的。社会运动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支持民进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们平常没有发动社会运动的话，就好像没有操兵练兵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组织起来。平常我们就用社会运动组织了地方的群众，把他们带上街头，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民进党不要忘掉我们的力量来源，除了我们的党以外，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广大社会群众的支持，这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不要放弃它，而且我们要带领他们，我们要支持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民进党。